到台中，我们来品尝得过奖的创意客家菜。这间餐厅的餐饮团队特别到了客家庄来取经，了解整个客家食材的精髓，改变了烹调的方式，用西方料理的手法制作创意料理，让客家菜变得精致又有视觉的美感。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带你来尝尝了。气派的宴会式餐厅，西式装潢里藏着颠覆传统的客家菜。这个是板豆福菜蔬菜汤。猪肉切片得要厚薄适中，大小要和条状的蔬菜巧妙搭配。这时客家福菜出现了，画龙点睛。是客家的福菜，把它卷成绳状。滚滚的高汤里，猪肉福菜卷翻腾着，等候入味就能上桌了。在客家菜有一道就福菜汤，可是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精巧的，然后比较西式的，还有比较口味上没有那么重的料理。所以说我们接了很多蔬菜在里面，可以把自己吃得比较健康。中式的食材用西方料理呈现，和客家菜确实很难联想在一块儿。不过在台中这间餐厅却喜欢客菜西吃，餐饮团队研发创意吃法，连前菜的甜点都很别出心裁。这个是客家的麻糬，又 Q 又有弹性的麻薯皮当底，包住客家柿饼，整颗的啊。它既然整颗能变成一个饼，表示它里面还有很多空间，可以把它散开出来的。把这柿饼摊开到极致大小，放进麻薯皮和山药，当亮紫又橙红的馅料被包裹住，就像是客家人兼容并蓄的个性一样。创意的客家料理曾在客委会的客家研习料理比赛中拿到金牌，但其实餐厅里的厨师并不是客家人。为了要烹调出客家味道，他们走访客庄，向长辈请益，把口味重的客家菜做了改良，融合了西式的摆盘，然后再一点日式的一些口味在里面。对，就你原本的食材，我们还是以客家菜的为元素，但是只是说我们最后把它做一个稍微的改良。客家食材不再传统，而是变得千变万化。大厨们坚持客家菜的妈妈味不变，但多了视觉艺术效果，不止品尝，还能欣赏。大厨诠释客家味，客庄耆老得先尝。当柿饼的甜腻遇上弹牙的麻薯，当猪肉的鲜美碰撞福菜的提味，客菜西吃，端上感动时刻。